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3月2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以西结书33章第10节到16节，启示录11章15节到19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审判的目的。昨昏咱讲到上帝叫这个先知以西结以及启示录的作者约翰食迄个本册，就是讲上帝的话。迄个目的就是要爱引起宣扬上帝的话语，互人会当来回转归向上帝。真侪人拢掠做讲，甲上帝的审判就是要爱互人去受到处罚。其实这毋是法律的目的，就好像像是摩西的诫命共款，是为着要互人来回转来归正。以西结书33章第10节到16节来讲，上主对我讲：人子啊，以色列人捌讲，阮的罪甲过失，亲像重担甲阮洗咧。阮因为安尼失志衰懒，毋知要安怎活落去。你着甲因讲，我至权的上主指着家己的活命立誓，我毋爱歹人死无。我爱因离开歹路来得到活命。以色列人啊，恁着悔改，着活倒转，离开迄个邪恶的行为。恁若要找死咧，所以人子啊，着甲你的同胞讲：义人犯罪，伊早前做的好事未救因；歹人悔改，伊早前的歹事嘛未互伊灭无。义人犯罪，早前的好行为会互伊得到活命。我对义人讲，你一定会活。毋过伊若靠家己的好行为，煞开始犯罪，伊所有的好行为，我袂甲伊记得，伊会因为所做的歹来死。我对歹人讲，你一定会死。毋过伊若悔改离开歹，做公平正义的事，比如讲，将伊偷摕来，还是别人抵押的物件，还互原主遵守死命的律法，无搁做歹，伊一定会当得到性命，袂死。我袂甲伊任何的罪记得，伊要因为所做公平正义的事，性命通得到保存。先知讲爱经解清楚，上帝毋是要叫罪人来死无，是要爱因来离开邪恶的行为。约翰搁伫这个启示录中间提到着将来的审判，这个末后的审判通常拢去用形容，亲像迄个地狱的大火共款，恐怖的惊恐。其实这根本毋是圣经的原意啦，毋是上帝的旨意。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伊嘛安尼讲过，自所应允的还未成就，有人掠做伊是恩賜，其实伊毋是恩賜，乃是要宽容。伊无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意人人拢悔改。这是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所讲。这才是真正上帝的疼律法的目的，审判真正的意义。启示录11章15节到19节，第7个天使本伊的喇叭，天顶有大的声讲：世间的国家做咱的主，甲伊所设立基督的国，伊要永永远远做王掌权，伫上帝面前坐伫因家做位的，因兜做位的这个24个长老面拍落去敬拜上帝。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全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已经因为掌握大权，你已经做王掌权。外邦大受气，你嘛发受气。世人受审判的时机到啦，你的仆人正先知知，你的信徒甲敬畏你的名的，无论大的小，你报赏因的时机到啦。败坏的地，你败坏因的时机到啦。上帝伫天顶圣殿就开，伫圣殿内伊的约柜看现现，忽然有4呐声响、雷电、地动甲大炮。
诗篇130篇，上主啊，我对深渊求告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上主啊，你若会记得人的罪过，主啊，什么人听会着？总是你会赦免人，互人通敬畏你。我迫切听候上主，我仰望你的话，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较迫切，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较迫切。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会救赎你大宽容，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因一切的罪过。感谢主赏赐救恩，就算是律法、审判、处罚，拢是要为了互阮来得到生命。求主帮助阮来学习主的道路，回转来上帝，进入上帝的家，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